我疼耶和华，因为伊听我的声，我的恳求。伊已经暗暝通听我，所以我一世人要求伊，死无会说，听着我，阴间的痛苦闻着我，我拄着患难忧苦，我就求耶和华的名，讲：耶和华，当求你救我的性命。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阮的上帝是恩义。各位兄弟平安。咱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咱各位兄弟会起立做伙来吟献诗573首。请议员徛地，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是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接续用主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你也倒任内受苦，竟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下面来启应，启应文第7篇。
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即日对迄日讲话，无言无语，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这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布边，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对拥有伊的路程，对天的这边出来，射到迄边，入去迄方面。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上主的命令可靠。上主的诫命公正，上主的教示纯洁，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伊袂故意犯罪。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这声，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的旨意。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抱着敬畏的心，聚集伫遮，甲用网络收看的兄弟做伙来敬拜你。阮思想过去你的引带甲带领，心内充满了感谢甲懊恼。过去几年的疫情，带予人类真大的冲击，侪人因为疫病失去性命，也是失去健康，嘛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教会伫疫病的冲击之下，嘛受到真大的影响，人的信心受到考验，大家重新反省家己的信仰甲价值观。伫灾难的后壁面，阮看出阻碍咱学习的功课。伫困难中，咱是毋是继续呼求主？咱是毋是疼厝边亲像家己？咱是毋是愿意继续拿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地主？咱是毋是要拍拼，甲失丧的兄弟姊妹来重新找回来？当阮伫即个组织敬拜时，阮阁一摆来立志，由你来监察阮的心。阮所敬听的立方者无久前离开阮，到你遐去。阮相信分别是暂时的，主所备办的厝体。有永远的福乐，有一天，咱大家会搁再相会。阮中间嘛有兄弟姊妹因为病痛的关系，即马咧接受治疗，恳求天父上帝用你带领的圣手来保守医治因的病痛。阮今仔日的敬拜，无论是唱诗、读启文、读经、祈祷、讲道甲奉献，所有的天数，拢望你会答。阮安尼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学乐，请圣歌队，那是圣歌队要献的诗歌是主的听，头顶心讲。
圣经箴言第1章第1节，第1章20节到33节。第2位是马可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箴言第1章20节，智慧伫街路大声叫，伫开阔所在出伊的声，伫闹热的街路头大声叫，伫城门口，伫城内讲出伊的话，讲：愚戆人爱愚戆，武万人爱武万。愚戆人怨恨知识，要到什么时啊？我责备恁，恁着活转看。我要用我的神降落予恁，用我的话指示恁，因为我捌叫恁毋听，我捌伸手无人注意，恁反转看清我一切的劝诫，毋肯受我的责备，所以恁拄着患难，我要凊笑；恁拄着惊吓，我要人紧。恁的惊吓亲像狂风吹来，恁的灾祸亲像广烈风扫来。患难痛苦临到恁身上，迄时因要求我，我毋听；找我，找袂着，因为因怨恨知识，无欢喜敬畏耶和华。毋听我的劝诫，藐视我的责备，所以因要食家己行做的果子，互因得到所计无到百业。功德人的背庙，要互伊直到死；愚戆人安逸，要互伊直到灭亡。独独听叹我的，要安然徛起，要享受安静，无惊拄着灾祸。第2位是马可福音第8章31节到38节。就假使因讲，人子的确要受侪苦楚，或者会长老、祭司头经学士气杀，佮受害死，过3日就告我。耶稣用这话明明甲因讲，彼得牵来责备伊。若是伊我转身看伊的学生，就责备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因为你所想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就叫证人甲伊的学生来，甲因讲：若有人爱缀我，就着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因为既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落伊；既若为着我甲福音来失落伊的性命的，要救伊。人若得到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甚物利益？因为人要出甚物来兑换伊的性命？伊若伫即个奸淫有罪的世代，掠我甲我的话做见笑的，人子用白荧光，甲这个圣的天使来的时，也要掠伊做见笑。圣经读到这，今仔日讲道，咱邀请到王英昌牧师，伊的题目是生命智慧的抉择。咱请王牧师。是的，哦，真欢喜有搁一摆通转来咱南门教会做伙敬拜有了主，每一摆转来拢会通互我定心搁来审查呼调做牧师的即个使命因为伫我新人院，有一年伫咱教会做新学生的训练，得到吴牧师真好的操练，甲装备，所以有真好的即个训练所以信心满满。受派去牧社教会，但是去教会了才发现讲，毋是我想的迄教会要讲，即个经费无经费，要找人找无所以你想到，较想到南门教会即种的规模即种迄个教会事工的发展，所以迄个时阵就感觉拄去的时候讲，到底我的选择敢正确的？那会派我来即个所在，无法度互我发挥但是当我甲这个兄弟做伙伫教会即个生活教会服侍，我渐渐发现
咱的人生信仰的选择，毋是干那一种的角度，甲一种的模式啦，就是咱认为的，咱认为讲啊，这上好哈。当然，南门教会上帝祝福的这个时间发展啊，我直接嘛得到真好的训练，但是我却伫迄个过程中啊，拄开始吼，才失去讲信仰生命，毋是干那一个角度，毋是我的角度啦，毋是我的角度。所以我甲兄弟大家做伙来学习过去教会伫山顶福音的时间因伫信仰的体会甲经验的过程，安怎去选择因的生活信仰，来行因的人生道路。所以教会伫迄个所在无花去，迄火无花去啊。所以伫迄个过程，我重新去思考即个问题互我真大的一个反省当然装备足重要毋是讲装备无重要，是讲我对即个牧会信仰即个选择，我一直伫迄个时阵一直拢用家己的角度甲伫一个固定的习惯性迄阵的教会价值观咧看待我做一个传教者要安怎去发展即个牧会即个事工啦所以定心，上帝叫我定心，去思考，去看到无共款，迄个我应该去看的，还是讲上帝创造世界的多元性的迄个可能性，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的即个信仰的选择毋是干那咱当然毋是咱基督徒咧选择啦，一般的人嘛咧选择这是一本足出名的即个讲到人生智慧的册这嘛有中文的翻译。今仔日毋是要上课来讲即本册啦是讲这也是一个事实，就是大家咧挑找人生生命要安怎来过了较好势，还是讲会通互家己的理想发展，会通有一个真好势即个目标，还是讲会通行了真顺遂，所有的计划拢会通照咱家己的想法，还是讲即个发展来进展这是一本册咧讲到的是，表示讲真侪人，毋是咱台湾华人。世界只要是人，拢可能对这个问题真重要。所以嘛，毋是干那伫一般的人，包括这个宗教，因为人的生活的足侪代志，敢若亲像咱拢较常会通用咱的方式，还是讲咱的想法去处理。但是拄着较重要的，特别是像生命的问题时，有真侪时阵就爱通过宗教宗教有足侪种的讲法，就当然这是其中咱华人上受到的较侪，就是像讲佛教佛教就是讲你要安怎过了快乐，过了平安的，就是你的目睭所看的这是主要一个嘛你目睭所看的，你毋通去看到假的物件啦这过去有一段时间咧讲到这你的心毋通受到环境影响会通真安稳自在，你就会通过了真踏实你的人生就是安尼真，这是一个正确有智慧的选择啦。这个人生才是一个丰富的人生这是一个宗教的讲法所以真侪时阵，咱就看到讲人生的智慧要安怎来避免受到大环境就是讲咱即马咱所生活这个大环境外在影响，互你的心思意念，你看的、听的甚至你鼻所闻的，拢袂去影响到你的心，会通互你真正确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上好的嘛。但是实际上是咱拢面对这个大环境，大部分的时间咱拢咧甲这个外在环境的种种的事物咧接触互动，所以你甲我咱心思意念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个代志。这个代志有包括咱个人的生活咱的家庭、咱的同事、咱的厝边头尾、咱的事业种种这，所以伫人生的这个操练的过程中间，是要安怎通得到这个人生的智慧的时，宗教内底拢这是不够的啦，不够较上着解脱嘛你会通免受到这个束缚，你就是会通过了真安稳自在。什么款的方式才会通互你得到解脱？所以换转来，咱基督徒是讲，你要安怎过了会通真踏实你的生活会通过这个信仰来得到帮助，互你免受到这个环境来影响到你甲我的心思意念。这就是咱真做基督徒啦，咱真做基督徒的一世人的功课，就是你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耶稣基督教咱人生生命、做人处事种种这个代志嘛。但是咱信了，大部分的时间拢是爱甲这个旧的社会
也是讲毋是甲咱共款共信仰的遮兄弟做伙咧互动，做伙咧生活嘛。所以咱台湾社会大部分的遮朋友遮价值观，因通过因的信仰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甲因人生的选择的即个判断，在拢甲你甲我，逐时刻足侪时间拢咧互动影响。那安尼时，咱要怎去面对咱的人生生命，来行即条美善即个永远救赎的即个锡安圣城的道路，来行了真踏实。你的选择要怎来选择一个正确的？这就是咱每一天爱去面对的。因为足侪可能性不断伫你的生命中出现。你的同事甲你的即个互动，你的主管甲你的即个业务的即个互动，甚至咱社会的即个节期庆典的影响。咱今仔日礼拜日，拜五开始，咱足侪同事还是朋友就开始计划。今年咱政府无迄个连续的假期，所以伊就家己来请假拜一休困，伊就加足侪工假。人伊的人生选择，伊就感觉讲伊趁着。你甲我，咱就想着讲是毋是要咱嘛来计划一下？所以咱的心就会去受到影响无？哎呀，这毋是对甲毋对，是讲咱就是安尼，真核心。咱嘛是受到即个节期足侪即个社会风俗习惯的影响啊。所以你也看讲，大多数的即个朋友，因的宗教信仰的所培养出来的人生观甲价值观，咧主导咱台湾社会嘛。咱是少数人，所以咱爱真坦然诚实去面对，就是讲，咱每一天要安怎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你甲我的生活是行伫上帝所欢喜下伫主真理的道路的这个选择。你人生要安怎会通过了是充满着上帝祝福的生活。这就是咱基督徒来用照因的话叫做解脱的智慧啦，免受着束缚，会通过了真欢喜丰富人生生命的选择。若无今仔日你甲我，咱的选择是继续来礼拜。咱拜一可能继续去上班，拜二才休困。咱嘛是会使做这个选择啦，但是你要看足侪朋友，人伊就会去想所以咱想看卖讲，你甲你的同事朋友厝边头尾，你甲伊开讲做朋友，因咧讲的足侪因的想法甲人生生命的看法嘛。咱要安怎伫迄个过程中间，会通真坦然来甲因做朋友、做交配，但是咱永远会通真清楚咱家己的信仰、人生的选择是一个正确的，还是感觉讲，咱的主上帝这个选择，甲咱无讲真好势啦，无法度真正帮助我还是你吼。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当然因有因的训练，就是因嘛是知影因爱去面对因的这个挑战是。这个大环境世俗的这个价值观，不一定是甲因的信仰会通对应，这是不够所以不够真相信讲人会通家己操练来得到一个解脱啦，解脱。所以因要追求嘛是爱有一个过程，嘛有一个付出啦。所以咱基督徒其实人生的道路，咱一世人就是咧操练，就是咧面对这个课题，是讲。你甲我，咱要安怎？因为信主耶稣，会通过信主耶稣的教导，互你的信仰生活过了真坦然、真自在，行伫了真美善的道路。所以咱嘛是咧操练。所以咱每一天其实信这个信仰，毋是讲我信就是一切拢改变，嘛毋是讲信就会通会通有这个真好势，我拢真够。实际上，咱的心思意念。每一天嘛是搁到遮个朋友，还是讲大环境咧交叉，所以咱嘛是爱去面对这个真要紧的课题，就是要安怎会通真清楚知影，迄个心思意念会通真活骨，会通随时会通甲主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毋是因为咱有真习惯，所以咱就用咱的习惯性咧看待咱的信仰。习惯性有好处啦，会通互你真自在，毋免搁遐都定心学嘛。所以咱真无爱变。嘛是因为讲新的，咱都爱去定头的是有足侪无确定性，包括讲像讲咱要出国，
那么有当然出国，咱就爱有人带，还是讲有朋友，还是亲人上好。哦，当然即马真侪少年囡仔讲要挑战嘛，吼挑战。但是迄个挑战的过程中间，只要若是新的无了解，咱就是充满着足侪无确定性。所以对人生生命选择的时，咱嘛是真侪时阵是已经习惯了，咱就感觉讲安尼就差不多。有可能致使到咱失去真侪新的可能性的学习。所以伫迄操练过程中间，咱都要不断去面对即个真要紧的课题吼。所以一般来讲，即个咱咧过咱的生活吼，专业的即场的迄个大概用20%咧操作啦吼。比如讲，咱无可能讲即个专业的知识，更加讲去即个什么？去疫情咧，即个入喙齿的时，咱就讲去考大个伫遐咧研究讲安怎，还是讲食饭，咱嘛免大家分析讲即个营养分。当然，咱即马对健康足重要，咱去注意。但是咱无需要用到即个20%伫迄个80%的生活中间，真用心去用啦吼。所以大概咱即过生活的知识去选择的标准，80%是主要咧主导咱的生活。所以我头先讲迄个习惯性。80%的习惯性会影响到你甲我，所以咱的信用嘛是共款。伫咱的教会，咱20%的查经啦，吼，可能咱会参加。但是呢，咱差不多80%是已经信主，还是讲咱开始接触的是，即个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教会团契，种种才影响咱较侪啦。但是咱要伫迄个过程、习惯性的过程中间来看见迄个新的可能性是，迄就是咱的挑战。因为这个日常生活，头拄讲过，有真大部分甲这个毋是教会人的接触的机会是相对大嘛。所以咱基督徒爱真注意着种，咱要哪互这个80%，咱日常生活咧主导咱的生活的这种的标准，还是讲咱家己的准则啦吼，要哪会通真清楚帮助你甲我来面对咱的人生生命的选择。无致使到讲偏差去，就讲做出一个无会通帮助咱，还是无下上帝的意思的这个选择啊！这是咱不断爱操练，还是讲基督徒爱提醒的最重要的这个课题。所以这个80%的这个生活，就是咱爱面对的生命的抉择。今仔日咱读的这个经验，这智慧者咧唤起上帝选民，爱有智慧。爱有知识，伊徛的所在是迄阵通常就是伫社门，伫遐咧化互因爱注意讲，恁吼毋通互生活的日常生活习惯性来甲影响，才忽略迄个正确的选择啦。当然，即种的人伫一般的社会，拢是会感觉是头壳有问题啦，无代无志徛伫遐咧讲这个话吼。但是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啦，真重要的。所以咱伫生活中迄个习惯性，咱嘛常常听袂落去迄个新的可能性，咱会感觉足奇怪，或者是讲听了长耳，咱较会听了真顺耳的啦，顺耳。所以智慧咧听好你甲我，咱每一位在座也这咱嘛是咧面对这个课题，伫新的时代，伫旧约因进入到迦南地的过程中间，嘛是会拄着这个足趣味的，甲咱台湾即马社会共款啦。因为外口所有的这个朋友，拢大部分毋是上帝选民嘛，嘛毋是信耶和华上帝啊。所以你来看旧约内底有足侪即个问题，就是你入去了，因为80%的生活是爱甲因做伙互动，所以生活过程中间，你就渐渐的习惯性，习惯性了，你会感觉讲迄个界线就会无去，因为你要甲伊做朋友嘛，嘛是足重要啦，做朋友嘛，所以但是咧做朋友的时，迄个界线会渐渐无去的时。你的主体性甲迄个你的特殊性啦，就是你信耶和华上帝的特殊性，你就会开始会无去。无去的过程中间，你就会开始做甲因共款的代志，因为你会感觉讲这都无什么大差别嘛。所以这个是伫旧约的时代，所以为什么智慧者爱甲因唤起迄个差别性，甲引起无注意的？甲因会可能你做即种的选择，会去拄到的困难，甲结果。当然对咱来讲嘛是共款。你会使讲咱即马伫新的时代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代，共款意思。
你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甲去信妈祖有啥物款的无共无？这常常爱去面对的就是，因嘛咧讲因的生命啊，因嘛咧讲因的所有的救主啊，因嘛咧讲因的祝福啊。伫迄个时阵，咱要去继续会通坚定真清楚，做出你生命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咱伫新的时代的智慧的选择。生命选择的另外一个课题啦，对吧？所以咱基督徒面对的生命选择，就甲旧约的时代是同款，但是实当的情景有可能无共啦。我就讲，迄个生命选择就变做一个真重的课题。所以耶稣伫迄个教导学生的过程中间，不断就是咧注意到这个挑战这个课题，互咱的信仰生活袂因为习惯性来主导你的生活尔。当然，我当讲的习惯上毋是对甲毋对，我就真方便。咱目睭刻刻就是厝内底代志，咱就可能做甲真好势。习惯性嘛是知影讲伊咧想啥，要安怎创，拢毋免搁去定心，搁去思考，搁记忆。但是习惯性嘛会带来咱足侪诶误解，甲迄个忽略。特别是愈亲的人，咱对伊的亲情的付出，就愈来愈忽略。因为咱拢了做是应该伊爱知，所以这是我家己本身不断咧提醒我家己。像我做牧师，毕业到今年拄好38年，我甲张牧师共年，四牧师是阮的老师啦。这个过程中间嘛，不断咧去思考讲，牧师做到38年像讲讲道篇要安怎准备，就摕来就看经文选的，就该写起哩，嘛是会使。对我来讲，那照38年的经验来讲，无啥物大问题啦。当然今仔日我毋知影四牧师拄坐伫下骹，我就比较爱较细致的，客气客气因为四牧师我新学生1年的时去万里教会实习我伫台下骹听牧师讲道，我就迄阵就讲，若要讲道的准备，爱像四牧师即种的讲道的准备我迄阵就有迄个想法啦当然努力较侪年，可能无功力无像较四牧师安尼好势所以咱基督徒面对的习惯性，咱爱去真细致注意到讲，咱嘛有可能甲上帝互咱的迄个新的可能性，拢一直甲伊忽略掉。所以伫即个耶稣的即个教导的过程中间，真直接就是要扰动，互即个习惯性。互社会标准甲价值观影响的学生有一个新的可能性，所以讲出这种，互你甲我可能嘛讲啊真奇怪。我所信的，若照咱即马台湾社会，当然这个生命爱诚有能力啊。所以因咧求的时，你也想到，因去求这个生命的能，迄个有诚甲无诚，最重要就是讲，因为你是生命，我相信你会通改变这个自然律。比如讲，我身体破病，我去求你，你会使甲我医好，安尼我才要信你嘛。这就是一个直接的关系，是讲，因为你是我所相信的，有一个大官兵，人伊嘛相信这若无伊无可能去求伊嘛。当然若求无讲真好势，伊就搁去试别的啦所以我意思讲，咱毋通去想讲，咱这朋友因拢是迷信所以因是有真详细去记忆过、去了解过去试过所以咱拄着的同款，咱的习惯性，咱会想到讲，安尼因的生命是安尼咧，甲因互动，是毋是咱的主耶稣嘛是即种的关系性的事，习惯性去想的事，迄个界线无去，我头头讲迄个特殊性就无去的事，你会去想到无？迄个无共伫对无？无就结婚35年阮这个太太就甲阮迄个同事因太太嘛拢差不多共款无迄个特殊性，就是3顿煮饭是啥，无甲教我念讲你无认真创啥是毋是安尼尔？我意思讲，耶稣伫迄个过程中间，就是看见即个限制咱人去受到即个即个大环境的世俗的，还是讲旧的即个环境的价值观。还是讲咱的朋友因的价值观、主流的价值观的影响的是，咱去思考的是啥？咱咧想的是啥？
咱咧期待是啥？咱要去做决定的迄个标准是对对。哦，这就是你甲我，咱嘛是共款头拄讲着，咱就逐工去拄着啊。咱的朋友因的性命保庇因，咱的朋友因即群人做出来价值观的判断是感觉讲，拢比咱较牛啊，较好势啊，较巧啊，吼，啊，咱拢食亏。所以耶稣讲着即个真直接要讲着受苦、要死，这拢是比着因遮个人所要拢想象袂到，伊讲哪有可能即种代志啦？这毋是我会通，伊会通去理解的，伊会通接受的。啊，你甲我咱今仔日嘛要去面对即个，是毋是共款即个课题？耶稣嘛是咧甲你提醒啊，你要缀我。但是我毋是即种你所想的，安尼是你都爱三思一下，讲啊无我是毋是要继续缀耶稣？我是毋是要继续过来行即条伊所介绍我行的道路？哦，所以这一个常态性的习性，咱开始震动起时，你就会发现讲，哎呀，咱过去所看的、所想的，其实有足侪咱忽略的，还是讲咱无真清楚去深入了解。因为你甲我的生命是一个动态啦，就是一个人的是一个活命啦，毋是一个静态。讲看即个火放伫遮，咱欣赏火是因为你甲我会去看啦，咱看了的角度无共，看了欣赏去学了啊。插火作者就会去想，伊家己想要展现出来，会足侪可能性啊，来创造你的思考的可能性。啊，所以看了呢，10个人看，可能10个的评语啊，哇，看真好。倒转来就是你甲我，啊，甲迄个插火作者，哦，所以较要紧是伫这个所在，人的生命是活的时，结果咱拢因为习惯性，所以就将你的心思意念甲伊塑造是一个固定的，互你真方便去看待代志的角度。所以你来看讲真趣味吼，咱的教会是共一个神，哦，共一个主，共一个神，啊，共一个洗礼，哦，啊，咱加基督教会嘛，哦，包括咱用南门来做例，咱100个会友无共款的背景，啊，通过无共款的关系进来，拢因为主耶稣。但是当咱信主这个问题拢真确定做一个教会所组织的运作，但是过落来，转来活一个心来开始要来执行福音事工的时。你看大问题是伫对，就是要安怎听厝边亲像家己。啊来讲牧师无问题，咱听厝边耶稣的大改变去，咱来去做。抓就是啥？5个人开会，要安怎听？第一个就迄新闻嘛吼，厝边这一个人算咱的厝边，所以5个人就5个标准啊，就开始讨论啊，啊就伊的社会。即个形成的出来，迄个想法，甲伊就开始袂拄好啊。所以，敢若即个听厝边，亲像家己的厝边是啥人，就开始爱界定啊。哦，是咱教会5公里以内算厝边，还是3公里以内？啊，这个过来安怎听？要安怎听？啊，这个。咱做即个社区，好比讲，即个下几校啊，咧，互囡仔入来，啊，即个囡仔吼，无上教，讲3届也无要听，哦，这无值得咱听。啊，这吼，这拢甲迄个上课的时，拢甲学生囡仔当个地图，啊，这嘛无，要安怎听？是要听70个7届，绕车70个7届，还是3届、4届、5届？哦，都开始佫无共。所以咱的教会上大迄个一是伫，毋是伫信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要安怎合作做伙做事工。因为咱拢常常是咧看代志，是用我的角度来看即项听厝边，毋是用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听厝边嘛。所以咱教会合一的伫咱南门教会，哦，真无简单，就安尼就真无简单。你讲要甲基督的教会，过来讲合一的迄就较困难。这就是咱的课题，要安怎伫迄个习惯性做代志的摇动的过程，耶稣不断地甲咱提醒啦，讲你想的甲我想的哦，毋是上好的。所以伊咧讲着讲，我是要来死的啦，无你是要缀我无？啊，那你会缀无？
我若在场，我可能会讲安尼，我袂比，我可能比袂过彼得咧，我可能先选啊。哪有即种人？要家己要讲，我是要去死的哦。所以这是耶稣伊的一个教导的方式，提醒的方式。那你甲我咧，今仔日坐伫这个所在，经过遐侪年啊，耶稣即句话共款嘛是咧甲你讲，甲我讲，因为咱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毋是罗马帝国，毋是咧统治者。当然有新的政治的问题，但是你甲我咱面对的就是到即个物质生活，甲无共款宗教神明的选择，啥甲无啥。所以你也想讲，咱当然毋茫讲耶稣介入和自然律改变，但是咱爱去留一个可能性，就是咱拢常常会讲爱照上帝主耶稣的旨意嘛。但是这讲的是伫后壁但书呢。是要照讲是讲，主啊，一切拢照你的，我就顺服。但是咱拢毋茫讲头前嘛是有足侪期待啦，恳求主你安怎，但是咱就甲伊讲，但是迄是但书啦吼，但书。所以我会记得吼，我常常讲咱个但书讲一切拢要照主你的旨意的时候，我甲你讲我甲我的需要甲你讲但是当然我是毋茫讲最后是照你的意思，是心无情愿来讲，是。心真正关系，这就是咱常常去面对的课题。所以，伫迄个信仰的操练过程中间，我常常讲，迄个人性嘛，人性就是啥人，就是彼得啊。彼得是甲你甲我的人性甲表露出来，然后啥？咱会甲主上帝讨价还价，你咧车跋饼会无？但是较要紧是啥？彼得将人性的本质甲表露出来，是你甲我拢爱去面对的。我真坦然面对，我做牧师常常嘛去爱面对这个课题。人甲你尊这牧师安怎？这牧师我伫学校虽然即马学校较困难，牧师无一定较好做啦阮即马学校拄着困难，咱可能看到报纸写，就是咱爱去面对，我爱去面对，恁可能毋免面对啦但是只不过是讲，人会问讲，已经是毋是恁长老教会办的学校？是你会使讲，我毋知安尼就好即马我毋知真好用。我走袂去啊。我就讲你牧师，你即马伫咧服务？我伫淡水，淡水有至少2间，倒一间大学，长老教会办迄间。我意思讲，我去面对的是，这个课题是阮的同事，因毋是教会人，所以我常常讲因毋是教会人，直接对看袂到同事看到我所以我爱去面对的是这个人，因就是用人性，因的价值观就是甲你直接讲话，无咧客气的。所以我常常讲。转来做牧师较好咧地方教会做牧师，会友较袂安尼直接甲我呛声，讲恁教会上帝，恁上帝是对，无恁教会校安尼办甲安尼，我走头无路，我走了今仔日小来才串一个，所以讲，迄个就是我去面对的是讲，因这人是足人性的，因为因爱需要是因要爱，甲因期待嘛，因的人生选择当初来则是讲这校该保障啊。你们现在咱是毋是安尼？我常常讲，对，咱有可能就会去面对讲，主啊，你到底是要爱我做啥？你若无甲我保庇，所以彼得咧责备主耶稣，责备这圣经，迄个咱白话字翻译较直接啦，中文改作做是个劝诫、劝诫、那中文是个责备啊，责备、责备责备。讲起来应该中文是叫做责备，结果咱中文的新译本改翻做劝诫，哎呀，老师莫安尼啦但是彼得实在讲起来是，咱每一个信徒，咱常常去拄着是，当你静静咧甲主耶稣咧祈祷的时，咱常常可能就是安尼你也无对我较好所以因咧拜因的神明其实就足清楚知影讲，因就是毋茫讲介入嘛。介入，所以伫迄个等待过程甲期待中间，就是即个写甲无写都会对应着，对。但是咱的写甲无写，毋是干那讲有照你甲我的心意嘛？但是彼得就是要照伊的心意，所以直接就甲主要说责备，讲你哪会讲这543？我就咧。敢若咱咧跋筊，我就叫，我这都甲你倒紧，就甲你压落去啊！你今仔要甲我变盘，互我输甲脱裤去安尼。
这是咱的人性。你听下这唔免去闪避讲，我袂安尼，哦，我的人唔是安尼，我修养足好诶。只要是人，就是有迄个无完全的，哦，包括我家己本身，我嘛是的，哦，所以我就讲，常常伫迄个上习惯性，你掌握，你感觉会通掌握的环境，甲人际关系中间，你会常常就甲这本性会上深沉的所在，迄本性甲表露出来，迄上直接的。所以我甲牧师娘讲话，拢无人看的啦，吼，无人看。你来知我安怎甲人讲话？哎哟，王牧师，你讲话拢甲人足好势啊！你哦，轻声细语啊！你讲，啊，甲牧师娘讲，哎，你是咧创啥呢？哎哟，加在我都无人看到。啊，不，这就是我的本性的，所爱去检讨甲面对的。你听这，咱有这种诚心实意的心来看待咱家己。主要所甲咱提醒的是，咱有要诚心实意来看。所以你人生智慧选择要安怎选的是，这其实就是上大的塔阶，就是伫这所在。所以为什么耶稣会讲你甲我提去？迄毋是叫讲伊附身的这个撒旦魔鬼啦，伊咧叫比着你的本性啦，就是咧讲你甲我的本性，迄个上深沉黑暗面的深沉的心，无人唔敢互人知的这个本性，你甲我提去。啊，但是这真困难啊，因为我头讲的习惯性保护你的思考的想法，你看待人啊，你做代志讲话，你足习惯的这种的心态，拢伫你的生活中间，你拢感觉讲，我讲话吼，别人拢讲袂赢，我就是这种讲法。哦，我目色足大的，看到拢你的无够，我就甲你插你。哦，所以我拢主导权吼，习惯性，啊，你就感觉真好啊。啊，这就是你甲我的个性嘛。所以耶稣叫你叫彼得的个性紧来退去啦，莫过来甲我这甲我闹叫，伊种莫甲我闹啊啦。你退去。所以你们晓得，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其实咱就是每一个礼拜来，咱都爱坦然来面对主耶稣会光照咱嘛。互你甲我的个性会通渐渐退去啦，退去。这是一世人的工作操练，就是这所在。迄个个性，所以你伫人世间，上帝互你偌长的时间，你就是偌长的操练这个个性。因为旧的人的心，这个性烫，无都一声就烫了去啦。迄衫内衫烫也袂了，但是你了，主要所有新衫都穿袂赴。因为我头仔讲过，咱大环境的价值观。厝边头伙亲人朋友、同事，啊！你若讲伫厝内底，就是一人一喙，就咧讲着足侪代志，啊！你就会听的是你的迄个个性就会去走出来。啊！我即马时大，你咧讲啥？咱开始就咧想嘛，对吧？啊！我是牧师，你咧会友咧讲啥？讲什么信仰的代志？我意思讲，迄个个性就随时随刻会走出来，走出来要主导，互你会感觉较安全。较自在，因为你看的角度，所以即马社会，即马包括教会，足推动这个心理学的代志。我那时候当时咧想讲，啊，这就表示讲人的这个心理有足大的问题，啊，需要迄个。你讲内科若愈来愈多，妇产科愈来愈多，就是表示囡仔愈生愈多，啊，接生接累，啊是看病看袂了嘛，对吧？啊，即马心理的愈来愈多种心理的问题是。当然是愈来愈严重的款哦，包括教会嘛一直咧推动这个心理学的代志。我咧想讲，安尼无人愿意讲去诚心实意来面对咱家己的事，什么学拢共款，正经讲，对吧？包括讲咱讲过去讲啊，新学无路用，头壳定款款，啊，无法度真正去了解到主耶稣，我无咱转啊，咱转来咱家己来面对，就是你甲我，咱要诚心实意来面对咱家己，啊来面对主耶稣，袂甲无爱尔嘛，啊，迄个就是选择。迄个就是选择，所以你要安怎选择，就是你开在你，甲我，袂使看啊牧师拢讲，逐摆讲，哎，会友恁吼，我甲恁，咱大家，安尼，所以这个是真要紧的吼。所以唤起新的人的心甲心智啦。世界，我伫真理大学是咱教会创设的教会学校，大部分拢毋是基督徒，因看耶稣看袂着，看上帝嘛看袂着。都爱看我，通过我来了解啦，毋是讲我较厉害，是讲因看的是讲牧师嘛，牧师。所以
我有我的十字架。啊，因要叫因讲做伙来背十字架，当然真困难。但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今仔日恁拢来学校服务是，毋是因为主耶稣来无要紧？恁为着办学教育，恁就是要来造就青年人，伫专业知识甲做人品格，人一个完整的训练嘛。所以恁做伙来这个学校服务，认同这个教育理念，所以这学生愈来愈歹教，这就是恁的十字架。你要若甲教了，会通成做一个社会的一个中间分子，就是恁的十字架困难度。所以我就甲伊邀请，咱做伙来排这个教育事业的十字架。这是我第一阶段会通做的。当然，这个过程我嘛是建议，还是讲，甲耶稣基督的听读入去内底嘛，就是迄背迄个教育事业的十字架是来读。所以另外说，咱今仔日嘛是共款啊。咱面对这个，咱厝边头的同事拢毋是基督徒的人，咱甲伊交这直接的是，咱咧排一个真大的十字架，就是迄个界线要足清楚的。咱要坚持咱家己的独一性，但是你甲我，咱要安怎甲这个朋友做伙来做朋友？要安怎互因嘛看见人生生命的意义？所以伊嘛有因的十字架是，你来互因开始也想到这个人生的意义的是，这才有意义嘛。所以我嘛常常甲我的同事，毋是教会讲，恁庙会办甲安尼庆祝叫，咱淡水就一年有2届上大的迄个庙会活动。一个清水祖师，一个迄个妈祖婆嘛。我嘛常常办了，我嘛问讲，咱淡水社会这个社区意识，是讲做人处事的这个社会特点有较悬无？有较悬无？改善无？无嘛。无我讲，恁是庙会办了是一时的快乐，迄种的激动，是要久长的生命的改变。我就甲阮同事用迄个另外一个角度的十字架甲因分享。我是讲这是我啦吼，咱嘛有可能有真侪机会，所以我常常讲因都要去看到讲因的生命的抉择的重要性，毋是干那开钱尔嘛，毋是干那去买到一时的这个心灵的安慰嘛，这毋是咧食魔鬼啊！我常常嘛甲伊讲。为什么过去有学者咧讲宗教是魔鬼，就是咧讲基督教，迄阵是咧讲基督教。但是咱基督教就开始咧反省的是，咱即马咱台湾主体的这宗教的团体，是毋是嘛是爱共款去面对啊？所以我意思讲，通过这唤起新的人的心，甲迄个心智，就是我愿意改变，互我旧的人会通成做一个新的人。通过包括邀请这其他宗教的朋友。做伙来面对因的生命的抉择嘛？通过这个这是种，就是咱会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咱真清楚知影，这是一个无简单的代志。要做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改变，是世人无简单代志。所以要对耶稣，对了安怎？是要距离安全距离。咱甲主耶稣爱安全距离，也是要靠较我的。这就是咱。这个过程中间，要不断去注意到，咱家己迄个习惯性思考模式，要安怎互咱突破困境，来继续来对耶稣。所以做出一个智慧的抉择，敢若亲像你失去足多，包括讲你都无像因遐巧，拜嘛该请假，就继续休困，就较侪假。咱可能做无共款的选择的是，迄咱都倒来想，这生命意义。咱失去的是啥？所以咱伫迄个圣经的教导中间，不断的去思考，像讲，互人的比摕较好去。你想看觅？到底遐摕出来物件，互人一直分，比你为桌顶摕物。你来看即个免费的，即个什么精送的礼物，社区办活动，逐个嘛抢到要歪腰去。你讲我摕去，你摕去一下痛海啊啦！嘛常常笑讲，恁教会咧捐什么钱，要做什么善事，捐出去拢无去，一下看袂。你的时间，所以阮常做社会服务关怀，上大的挑战的其中一个就是，你付出较侪心力，你拢一点仔看袂到效果，甚至佫用配水烂，上艰苦对无？所以你咧想想讲生命得到甲失去，得到甲失去，到底什么叫得到，什么叫失去的事？这条咱基督徒嘛是一世人爱去学的，所
所以要安怎做出一个智慧的抉择。即句话讲起来真简单啦，要救家己的性命，就要送死啊！为着福音，来，什么叫做福音？好消息，敢真正是好消息，就是同款，你就去面对。人因的生命较剩，咱的较无，因为咱拢爱付出，咱拢付出，所以伫趁甲赔，所以我常常讲，咱的教会基督徒嘛，足真会晓操作迄个你家己的迄个财产，你的即个所有的即个股票啦、投资啦，还是讲你的事业，拢足够算的，计伊甲足好势，即赞上帝互你有智慧嘛，互你有即种社会治理的即个材料，换倒转来，你对迄80%的生活，咱拢敢若亲像敢若什么补拢无，敢若像讲有啥甲无啥，西瓜较大粒的，较细粒的，咱敢若通想这，是毋是敢若安尼尔？所以包括咱教会，你看一年12个月啦，总会什么奉献主席就12摆。你讲我是要安怎去关心这个教会事工？干那这还有其他的。所以财产要安怎理财？上帝赐予你的这个财产，你要安怎去甲料理好势啦？这就是80%的，因为你专业拢足够的，但是你要安怎甲这80%的这个事工，通过这个理财。20%专业的来给摕来好法用的时候，这拢无共啊！你就开始要计算啊，你就开始要算讲，这安尼迄安怎？所以这个趁着全世界，丧失掉你家己的生命时，失去你的方向，失去你人生生命的正确的选择。所以咱的朋友，因为我都讲，伫淡水遮拢足侪地方的，即个有头有面的啊。家世拢袂歹，因就是真支持啊，真支持即个清水祖师，真支持即个妈祖经的活动啊。但是叫倒来，因咧想的就是要趁嘛，像讲有足侪即个政治世家，因就是支持要来趁基本盘嘛，因真够算啊。但是因真正有趁着无？是趁着因家己的名声，趁着因家己的一时的利益，但是。台湾社会的进展可能就失去啊，就是社会和谐，人甲人的这个信任，有足多即应该爱通过这种的这个组织组织的运作，爱本来是社会爱更较和谐、更较好的，拢完全伫台湾是看袂到的事，失去的更较多，失去的更较多，这当然对因来讲是暂时毋是个问题啦，敢若亲像嘛，永远袂是个问题。但是咱基督徒咧，咱就无共啊，所以我常常甲学生囡仔分享讲，钱开去你虽然乱开啦，但是你还佫有机会甲伊赚倒来，只要你较辛苦、较努力，你佫来到毋通凊彩开是钱佫会倒来，但是你的19岁无法度佫一届，你19岁，你朋友的性命你着要较细致，就是爱注意，爱较用心的。恁桥多摆毋通讲来北海去暗时去biu biu biu，讲这毋是咧拍电动，电动你去用拍10枪，佫开机一届你着佫活起来嘛。我讲这徛一届你着无啊，你着剩一个人倒伫遐，无法度倒转佫来着爱细致嘛。所以咱基督徒共款，人生道路一路咧行，你哪有可能佫定来？我今年佫落去，佫一个月，我就要64岁。我哪有可能佫来一个46岁？无可能啊！还是讲佫来一个64岁，我嘛无可能。是每一工都是我新的画面会向前行的选择。我要哪过佫来的这个时间，这个所拄着这所有的代志，这是无法度佫倒转来的，就是爱真用心、真细致来面对啦。若无你讲无要紧啊，佫来慢慢来。反正就是要我有时间的，是咱有足侪时间的，因为你拢感觉讲，这时间是你的，是我的，但实际上咧，无嘛。咱拢真清楚，当咱真正咧想的事，都无可能啦。但是咱佫无愿意去承认的事，就是即个矛盾的过程中间。你要安我要安通过这个信仰来得到真安然自在、美善的这个生活，
这个选择是颠倒是带互你更较侪困扰尔嘛。因为你不时就听到牧师咧讲这个，啊，你就家己就讲无，我就无信这套啊，啊是讲无需要安尼嘛。哦，所以我哋讲，咱都爱去面对的是真诚实，就是你甲我的家己，你既然要选，佮坐伫这个所在，咱都爱真细致来去想。是，我决断就是每一个时刻要做出一个有智慧生命的一个选择。所以毋望咱会通真坦然啦吼，这毋是通见笑的代志啦吼。我所以常常讲吼，我伫教会下服务，伫即个困境的中间，阮同事真侪人足无准备心啦，就是已经感觉讲出去无爱互人知影伊是倒一间学校教册。当然，迄是另外因啊，阮爱去学习的啦。但是我较要紧是今仔要讲福音的信仰的事。咱做一个基督徒，咱爱真坦然。虽然咱做出来足侪决定会互笑，会感觉讲恁遮的人吼实在是无法度想象，一群足戆的人咧做代志吼。咱是伫咧思安营内底咧展现上帝国迄个救赎的能力嘛。咱拄着真侪艰难的代志，要徛在下头去做出正确讲好，我要愿意继续是安尼来对耶稣。我无受到即个价值观世俗的价值观的影响的冲击，这是爱担量勇气。迄个时阵就是圣神的坚定，互你有气力，互我有气力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毋望你甲我咱咧跑走即条，互人感觉一般的人也是到即嘛真困难来接受的即条有价值、智慧生命的即条路。咱会通坚定、坚持行落去啊！毋通互咱的旧的，就是讲咱已经习惯性的一撮想法来阻碍上帝伫你甲我生命中迄个丰富的创造开创的可能性。特别是通过主耶稣咧引带你甲我行的即条路，咱的生命是充满着丰丰富富、上帝恩典人生生命道路。所以咱每一摆咧讲。上帝恩典充满，你甲我有去享受过无？有去领受过无？这就是你甲我爱做出一个智慧的选择，就会通有机会伫你每一天，通体会经验到丰富生命、上帝的祝福的这个恩典生命。咱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伫台湾这个岛屿来徛起，虽然。还阁真侪兄弟，因还阁咧用因的价值观、宗教的信仰所起造起来的人生选择来做因的依准。阮每一工可能拢爱甲因互动，也有真侪的即个生活上的即个关联。但是阮相信，这是你要互阮通过即种关联来传达正确智慧的生命所的决策就是通过主耶稣会通来行出一条新过活的道路。愿你掌管开力，时刻提醒阮，心思意念会通行在伫主你所欢喜、永远活上帝你真理的道路顶面。阮每一工、每一时刻，拢会通做出智慧生命的决策。但也是阮家己本身会通丰丰富富过着上帝祝福、满满恩典的生活，也要互阮的朋友，因为阮。通来得到同款上帝丰富生命稳定的这个人生智慧的生命，你掌管开力，互阮咱们教会继续伫上帝你所安排设立的这个真好的地点，来继续宣扬主你救赎稳定。祈祷靠主圣尊名求，阿门。圣诗384首，主讲，若要做我学生，请兄弟起立来念。
济。下面奉献请听小文即书甲杨家兴即书。起立来敬奉的是。遮济，下面我来报告。首先，咱今仔日欢迎王英昌牧师，伊是一理大学的校务部的即个主任，咱来欢迎伊，感谢伊今仔日的工作。第二项报告是后礼拜主持要举行即次的预选啦，咱的周报的第6页，有一个名单，请各位兄弟家己来参考，这就是咱的候选人的名单。上倒边的迄纸吼，是现任的中职啦吼，迄毋是候选人吼，就是正平遮才是啦吼，大家小参考一下有定要选出是。一个人上济是选五个啦吼，咱要甲有选上关票的10位，成做咱正式的即个执事的候选人吼。后礼拜礼拜后嘛要召开中执会，请各位中执爱注意来参加吼。第4项是第4季的即个事工的预定表吼，请各团契的负责人吼。未9月紧吼到即个办公室吼，伫9月20日进前吼。第5项就是今仔日自会所主持学要召开即个主持学的即个会议吼，要讨论第10个到12个即个相关的即个活动，请相关的同工会当来参与。过来团契的消息，就是今仔日自会所要举行双联团契9月份的即个例会。要邀请到咱的林尚武医师来主讲，如何来确保下一代即个健康的成长，吼，请相连的兄弟来参加。教界消息就是下晡，今仔日下晡3点，公馆教会新任的即个7人全传道书要封幕，吼，兼即个就任，咱为着公馆教会来祷的事项，咱继续为着教会即个聘牧事工来祈祷，毋望上帝为咱来安排即个适合的即个牧者吼，将做咱的主任的牧师。咱继续为着咱的社区的即个事工来祈祷。目前即个秋季班甲长青热火站吼，甲即个拜6的烘焙班拢已经开课吼。
咱即几年来即个社会活动拢真好诶，即个成果，嘛有真侪兄弟会透过社会活动来接近咱诶教会，咱会为着这时间继续来祈祷。过来就是阮接到一个消息，就是咱以前咱诶前即个过营期长老吼，伊伫多伦多诶时间9月14暗时吼蒙主文调，咱请大家为着因诶即个遗作来祈祷。咱教会嘛真侪兄弟吼，即马因为病痛咧受咧治疗甲休养，请各位继续为这兄弟来祈祷。安尼以上报告，咱即马来吟上言的诗歌。愿恁通平平安安倒转去，因为主耶稣要甲恁相甲伫地，无论恁拄着甚物款的境遇，伊要扶持安慰保守恁。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领头，圣神保卫主的感动，甲众兄弟姊妹相甲伫地，直接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得到避讳。